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太鲁阁的火车弄车败马，造成49位人死亡，意外发生到今已经超过半年了。针对这个主嫌李义雄，花莲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讲，目前诉讼的进度已经对李义雄形成着约束力，已经无受害必要，所以裁定以60万来交保。也毋过检方不服，认为这个被告李义雄，敢若以60万就代替收押，这无符合着比例原则，马上提出控告。郭翠安穿黄色衫裤，身形看起来加正消散。这是今年9月份，太鲁阁败马案部长李义雄为看守所出来会面。花莲地方法官伫昨认定讲无收押必要，裁定60万块交保。花莲地院认为讲，相关的证人拢已经问过啊，依照目前诉讼的进度和李义雄、移工、华文好一定处分，足以形成约束力，裁定2人停止受案。与犯罪情节规模还有所造成的损害显不相当，不符合比例原则，我们已经依法提起抗告。今天早上已经责成相关的承办人紧速整理卷证，然后办理送抗告的程序。检方提出的控告书已经进入庭事，结果就要等高等法院来审理。是讲这款的裁定引起不满。在我们刑度上面最重的它都是很轻的，但是49条人命，其实家属就是希望说未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太鲁阁败马案已经超过半年啊，为法律的攻防到代替后续的改善，看起来拢要有一段真远的路要行。有人说是他。